早在1977年，朱玲玲喺參加港姐比賽時，台下嘅羅康瑞就已經對佢一見鍾情啦。嗰陣羅康瑞自知冇能力同埋霍家嘅長子霍震霆相比，只能將對朱玲玲嘅愛慕深深埋藏在心中，眼白白睇住朱玲玲嫁入咗霍家。羅康瑞原本以為同朱玲玲呢一世都冇可能啦，但冇諗到朱玲玲同埋霍震霆嘅感情出現咗問題。呢啲對於羅康瑞嚟講都係天大嘅機會。佢化身成為朱玲玲嘅藍顏知己，喺佢唔開心時開導佢，陪伴佢，想方設法咁樣氹佢笑。羅康瑞並不是一個花心嘅人，佢自從同埋何貞傑結婚之後，就一門心思撲在事業上，從來都冇任何嘅花邊新聞傳出。但係感情就係咁樣嘅，唔中意就係唔中意，冇道理可講。羅康瑞難得有機會同朱玲玲再續前緣，佢都唔願意將就，於是同何貞傑開始咗分居生活，為兩人嘅離婚做咗鋪墊。何貞傑忙碌咗幾十年，冇諗到最後竟然為朱玲玲做了嫁衣。離婚嘅時候，何貞傑不甘心，佢喺羅康瑞嗰度分文未取，甚至喺豪宅嘅對面又租咗一間房。何貞傑始終抱有一絲希望，希望羅康瑞只是貪圖一時嘅新鮮，為咗一對兒女，遲早會回心轉意。估唔到嘅係，羅康瑞不單風風光光將朱玲玲娶入咗門，仲喺婚禮上面高調宣布財產將會分佢一半。何貞傑徹底死心，帶住一對兒女遠赴國外，眼不見心不煩。因為兩人喺結婚時，朱玲玲已經50歲，而羅康瑞都60幾歲啦。年紀大嘅兩人冇再生育，亦即係話羅康瑞都只得翻前妻生嘅一兒一女。但係佢拋棄發妻嘅做法，引起咗兒女極大嘅不滿。兒子羅俊成對父親不理不睬，甚至喺結婚時都冇通知過父親，對父親嘅財產更係不屑一顧。羅俊成選擇了自己創業，唔肯靠父親嘅幫忙。無奈之下，佢都只可以將個公司交俾女兒打理。隨着年齡嘅增長，羅康瑞都越發嘅渴望親情。喺前妻何貞傑嘅勸說下，羅康瑞同仔女嘅關係終於有所緩解，經常喺一齊聚餐，而喺其中都有朱玲玲嘅功勞。第7章，財富無爭，1000億家產前嘅淡然抉擇。當初羅康瑞大手一揮，要分一半財產俾朱玲玲，但係朱玲玲中意嘅只是羅康瑞呢一個人，再次放棄咗600億嘅財產。朱玲玲嘅大度打動咗何貞傑，開始對佢另眼相看。佢哋兩人之前嘅恩怨都就此化解。只不過羅康瑞嘅兒子放棄了繼承權，為咗家族企業嘅發展，羅康瑞嘅1000億資產留咗俾個女。但係最後無論羅康瑞嘅資產留俾邊個，朱玲玲都一如18年前同埋霍震霆離婚時一樣咁豁達。喺佢睇嚟，錢財都只不過係身外物。當初同埋霍震霆離婚時，佢1分錢不要，淨身出戶。而家佢同樣可以放棄羅康瑞嘅財產，呢一種作法值得欽佩。佢嘅寬容同埋智慧再一次令人嘆服，令人另眼相看。不過話翻轉頭，就算朱玲玲真係再一次淨身出戶，佢都不愁吃穿，畢竟仲有3個仔。大兒子霍啟剛不用多講，無論喺邊一方面，佢都係富3代之中嘅佼佼者。自從同埋郭晶晶結婚後，佢喺事業同埋生活上面都實現了雙豐收，不僅兒女雙全，仲獲得咗好口碑。喺人生路上面，霍啟剛都選擇咗一條新嘅道路。佢棄商從政，俾多個部門都賦予了唔同嘅職位。唔誇張咁樣講，霍啟剛將來嘅仕途係一片光明。朱玲玲有咁樣嘅一個優秀嘅兒子做靠山，仲有乜嘢擔憂呢？朱玲玲嘅兒仔霍啟山都同樣優秀，同大佬霍啟剛比起嚟，除咗感情方面都絲毫不差。霍啟山雖然後生，但佢嘅業務能力係好強嘅。佢而家係霍英東集團嘅副總裁。喺大佬霍啟剛從政之後，家族嘅生意基本上都交咗去佢嘅手裏邊。霍啟山同埋霍啟剛兄弟兩個，一個從商，一個從政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將來嘅聲望一定會好高。朱玲玲嘅第3個仔霍啟仁，雖然早年桀驁不馴，俾霍家闖咗好多禍，令人非常失望。但係最近呢幾年嚟，霍啟仁一改往日嘅作風，變得成熟懂事。
喺有咗新女友之後，都過上咗穩定嘅生活。霍啟仁喺霍震霆嘅允許之下，都開始參與咗家族嘅事業。而家佢已經喺霍英東集團擔任要職。難得嘅係，朱玲玲嘅呢3個仔個個都好孝順，每年佢過生日嗰陣，都會一齊同佢慶祝。佢哋兄弟3個都好似小時候一樣，依偎喺母親嘅身邊，個樣都好乖巧，一睇就知道母子關係好親密。因此，朱玲玲嘅呢3個仔就係佢最大嘅底氣。只要有呢3個仔喺度，佢就可以安安穩穩咁樣生活。